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 YouTube Channel。咁記得喺8月份咧，就同大家介紹過飛亞達關於一啲航空款式嘅，咁就係以呢一個1020命名嘅計時碼錶款。咁嗰款咧同中國隱形戰機嘅1020聯名嘅款式。咁而今次想介紹嘅呢一款咧，就係1010戰機聯乘款。咁佢代表咗呢一個東方猛龍，咁亦都係一架中國自主研發、性能高、多用途嘅一個戰機。咁係飛亞達馬克系列裏邊嘅其中一個款式。而呢一款手錶裏邊嘅顯示戰機咧，其實就係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代嘅戰機。咁而呢一個咧，亦都係想延續翻飛亞達對航空錶嘅一種熱愛同埋致敬嘅態度。咁其實有時候佩戴一啲手錶咧，都好睇個人嘅風格。咁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對於一啲3圈嘅計時碼錶情有獨鍾，咁而有啲咧就鍾情於一啲大數字啦，或者係一啲簡單錶盤而愛不釋手。咁而今日所分享嘅呢一款咧，大家係中意一啲就係帶有軍事嘅元素，同埋又可以延續翻一啲航空儀表嘅風格。咁有大數字加埋一啲夜光覆蓋咗喺啲數字嘅刻度，同埋呢一個指針裏邊嘅粉絲們咧，我覺得呢一隻手錶咧就應該要帶翻屋企玩下啦。咁首先，飛亞達呢一款所推出嘅1010戰機聯乘嘅手錶咧，係獲得咗1010品牌文化授權推出嘅一款官方聯乘款。咁而將一啲航空元素嘅靈感咧，就設計擺放咗喺呢一個錶盤6點嘅位置，咁就加入咗1010戰機造型嘅線稿圖。咁喺12點位置咧，就可以好清晰咁見到飛亞達嘅 logo 啦。咁而喺錶盤就係用咗呢一個藍色嘅太陽紗放射紋，帶出咗一啲前邊嘅效果。再睇清楚啲，亦都有一組非常之整齊嘅數字刻度顯示，再加埋喺3點位置嘅方形日曆槍。而夜光方面嘅設計咧，就用咗藍同綠色嘅雙色夜光，其中10點嘅數字同埋指針咧就係用咗藍色嘅夜光，咁強調翻呢一個咁突出嘅1010識別身份。咁講開又講，喺飛亞達嘅夜光數字顯示裏邊咧，其實就應該係非常之少有咁突出嘅一個設計，就係用咗某啲數字加入咗唔同嘅夜光顏色顯示效果。咁而喺秒針方面咧，就採用咗有戰機嘅影子，咁而喺秒針嘅尖端咧，就加入咗一個非常之清晰嘅小紅線作為點綴。嗱，咁而呢一款嘅手錶直徑咧就係42mm，厚度10mm，藍寶石水晶嘅防反光玻璃面。嗱，咁而機芯方面咧就用咗自動上鏈機芯，把的就用咗5角星嘅標誌。咁我哋再睇翻呢一個錶底蓋咧，就呈現出呢一個1010起飛時候嘅場景，做出呢一個剪影圖嘅細節，咁體驗到一啲軍事主題啦，同埋精緻嘅細節處理。咁而飛亞達手錶就透過向世界展示出中國航空嘅文化精密科技嘅融合，咁並且咧就向中國航空裏邊咧就做出一個致敬。咁而呢一款咧就係一個普通民用嘅商品，咁大家亦都去到我哋嘅佐敦如果國貨嘅中國國錶嗰邊咧就睇睇呢一款手錶啦。咁而喺外國嘅朋友咧，就不妨瀏覽翻我哋嘅網站啦，咁就揀翻你自己心水嘅手錶。好啦，又係時候同大家講再見啦，拜。